网红马南龙进前有抛出一个影片，讲中国媒体海峡盗墓吸收台湾的网红进行统战工作，甚至讲捌出现这个总统大选时做假民调。针对这点，陆委会主委邱水正表示讲，即马海峡盗墓旗下为驻台记者时间一个到了，都无要搁发证，未来嘛记住海峡盗墓来台驻点。针对这点，国台办的发言人陈炳华强调讲，这是以无影无迹的罪名破坏两岸新闻的交流合作。邱水正正面的回应讲，强调讲一切是依处分依法处理，甲新闻的自由无关系。反正你需要什么资源，我都帮你。网前马南龙进前野出中国媒体海峡盗墓，除了伫台湾做新闻采访，嘛甲台湾的网前合作做统战活动，甚至涉及伫咧总统大选当中发布假民调。目前唯一的驻台记者刘委会嘛宣布要来做处理。它已经不是单纯的新闻媒体的采访工作，而是进行渗透以及统战。那这是我们所不允许的。规定驻台时间若到，就顺行无送，未来嘛要搁发证。陆委会全面封杀海峡盗墓，国台办嘛调集发言人陈炳华批评陆委会用无影无迹的理由来抹黑中媒驻点记者，搁点名赖清德糟蹋民主，要求停止破坏两岸新闻交流合作，尊重中媒伫咧台湾驻点采访的权益。不过这样的话，邱水正无认同。这个也跟新闻自由无关。我们欢迎大陆方面的记者来台从事合法合规、合乎我们入境许可的这个采访活动。主意就是讲要来交流，请守规矩。毕竟中国侵入统战世界拢有，进前网前影片佫野出有超过10万台湾人申请中国身份证，这是国安危机残疾的野料。邱水正嘛会亲身来做说明。在2018年，他曾经公布说有2.2万台湾人申请居住证，到最近所称的这个10万也好，20万也好，台湾人民已经办好中国大陆身份证，这些我们有任何市政都会严格查处。到底有偌济人申请，主管机关阁爱查，若是确定属实，就依法来注销台湾户籍。到时影响为健保、长照、公民权、产权拢无存在。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